如果你想買一部車，希望空間夠大、加速夠快、油耗夠低、又夠智能，最緊要係價錢靚仔，咁點算呢？不如睇下呢部啱啱上市嘅北汽魔方。呢部北汽魔方咧，作為今年新上市嘅車型，真係吊足咗個胃口啊！先睇個外觀先嚇，天宮星陣嘅格柵啦，星光飛翼嘅 LED 日行燈，光影雕塑嘅曲面，撲面而嚟滿滿嘅科技時尚感啊！再睇埋個內飾啊嚇，星際引擎嘅電擋把，再嚟個 AI 交互燈同埋 3D 光效紋理嘅氛圍燈。雖然變唔出星際戰艦，但係可以俾你百變嘅儀式感。呢部車機咧搭載咗鴻蒙 OS 系統同埋麒麟990A 嘅芯片，算力高、反應快，唔單止能夠多屏互動啊，搭配埋智能語音小北，你仲可以體會到前所未有嘅快樂添。北汽魔方教識咗一個道理：用嘴可以搞掂嘅嘢，堅決唔用手。即刻去試駕下。同時擁有雙10階動力組合，要玩就玩硬嘅。搭配 VGT 增壓器，0-100加速只需7秒84，咩概念呢？唔好笨鳥先飛，直接領跑起跑線。嗱，跑咗一趟落嚟咧，總結9個字：高動力、低油耗、強智能。擁有咗北汽魔方，你就係一個西樵山車神。